上基本判断一个好的护理机构，就是教场片美，甲看老人敢有笑容。这间位伫丹市阿兰区由乐活集团一个月前接手经营的24点钟主体型养护机构，由训练优秀的护理人员进驻，照顾39位时段，嘛一步一步改善原本的硬体，互搁较舒适。经过了解，因除了过年期间服务无中断，业者嘛推出7天试大免照顾费用，无毋对试大方案到3月底截止，就是要互在地有需要长期照顾的家属小可天困，减轻压力。你住进来可以体验一下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每次跟你讲说，哪些机构好，哪些机构好，都是口语听说，但是很多情况就是你没有亲身去体验，你感受不到这个照顾。所以我们才会提醒，就说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，让你来体验一下？乐活集团旗下伫阿兰区所属的3间主体型照顾机构，除了体贴家属，其实嘛是要互家属知影，机构拢会当串联政府推动长照2.0甚至3.0，有交通就医等快的服务。所以比如说你可能会有一些交通接送。那或者是你需要就医服务，那甚至周边我们也会，比如说你像老人家，你白天我去上班，白天没有人陪，我们也会有一些日照中心的一个资源可以提供他们照顾。那甚至说老人家他白天也需要活动嘛，我们也可以让他去有些又像老人幼稚园一样，那他就可以放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个就是可以缓解被照顾者的一个压力。咱拢会老如何在地老化，老得有尊严、有生活品质，同时减轻厝内人的负担，选择一个比法规标准较悬的护理能力，有爱心，会当针对老人个别需求来服务的机构，相当要紧。当然新闻，阮子采访报道。